手工的播种哦，年纪大的话，种子不好拿了，太小了，一次拿了不准，有时候拿了很多，有时候拿了少，太辛苦了。完你要慢慢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，很密集哦，这样播种很辛苦。用胶带，哦，把那个位置都固定好了，种子放好，然后可以捡起来，然后拿到花园里面，放到田里面，再把它放上去，这样很快的。水瓶把卫生纸喷湿啊，但是胶带呢，可以用水来粘住那个种子的。用卷筒型的卫生纸啊，在桌上拉开，然后用喷雾瓶用水喷洒，不要用面糊的胶水，可能以后会发霉，就清水就好。卫生纸遇到水湿了可能就可以把种子固定了。那个固定的距离可以用笔做记号嘛。卫生纸卷筒型卫生纸展开，然后用喷水壶、喷水瓶再喷水，在纸上喷湿，然后再放种子。种子的距离可能先用笔做记号了。种子那么小的，所以要用种子胶带。用黑鸡菜、黑甜菜、和叶菜，那个字说放进袋子里面，把它捏破，然后再加水。用水来把它种子散开，然后再泼洒在那个整理好的土地上，种黑鸡菜、黑甜菜、和叶菜。那黑色的果实放进塑胶袋，然后捏破，然后加水，来让那个种子散开，然后再把这个水洒到那个整理好的田地上，种黑鸡菜、黑甜菜、和叶菜、黑紫菜的方法。因为那个种子太小了，香蕉的种子也都很小，猕猴桃的种子也都很小。